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遊化諸國，至廣嚴城，住樂音樹下，與大苾芻眾8000人俱，菩薩摩訶薩36000，及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量大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爾時曼殊室利法王子成佛威神，從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向薄伽梵，曲躬合掌，白言世尊，唯願演說如是上類諸佛名號，及本大願殊勝功德，令諸聞者業障消除，為欲利樂，像法轉時，諸有情故。爾時世尊讚曼殊室利童子言：善哉善哉！曼殊室利，汝以大悲，勸請我說諸佛名號，本願功德，為拔業障所纏有情，利益安樂，像法轉時，諸有情故。汝今諦聽，極善思惟，當為汝說。曼殊室利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佛告曼殊室利：東方去此過十頃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光如來，應淨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曼殊室利，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時，發12大願，令諸有情所求皆得。第一大願，願我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自身光明熾現，照耀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以32大丈夫相，80隨形，莊嚴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無異。第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徹，淨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嚴妄莊嚴，過於日月，幽冥眾生悉蒙開曉，
隨意所趨，作諸事業。第三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以無量無邊智慧方便，令諸有情皆得無盡所受用物，莫令眾生有所乏少。第四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安住菩提道中；若行聲聞獨覺乘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第五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無量無邊有情，於我法中修行梵行，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具三聚戒，設有違犯，聞我名已，還得清淨，不墮惡趣。第六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其身下劣，諸根不具，醜陋橫踰，盲聾暗啞，亂逼背扭，白賴癲狂，種種病苦，聞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歇慧，諸根圓具，無諸疾苦。第七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重病迫切，無救無歸，無醫無藥，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知名號，一經其義，眾病悉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悉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提。第八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為女百惡之所逼惱，極生厭離，願捨女身，聞我名已，一切皆得轉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至證得無上菩提。第九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令諸有情出魔眷網，解脫一切外道纏縛，若墮種種惡見稠林，皆當忍攝至於正見，漸令收集諸菩薩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第十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王法所錄，城縛鞭撻，繫閉牢獄，或當刑戮，及餘無量災難凌辱，悲愁煎逼，身心受苦，若聞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脫一切憂苦。第十一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飢渴所惱，為求食故，造諸惡業，得聞我名，專念受持，我當先以上妙飲食飽足其身，後以法味不境安樂而建立之。第十二大願，
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貧無衣服，蚊亡寒熱，晝夜逼勞，若聞我名，專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種種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寶莊嚴具、花鬘塗香、鼓樂眾伎，隨心所喚，皆令滿足。文殊室利，是為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應正等覺行菩薩道時，所發12微妙上願。復此文殊室利，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行菩薩道時，所發大願，及彼佛土功德莊嚴，我若一劫，若一劫餘，說不能盡。然彼佛土一向清淨，無有女人，亦無惡趣，及苦音聲琉璃為地，金城界道，城闕宮閣，軒窗羅網，皆七寶城，亦如西方極樂世界，功德莊嚴，等無差別。於其國中，有二菩薩摩訶薩，一名日光遍照，二名月光遍照，是彼無量無數菩薩眾之上首。持寶佛處，悉能持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正法寶藏。是故文殊室利，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應當願生彼佛世界。爾時世尊復告文殊室利童子言：文殊室利，有諸眾生不識善惡，為壞貪論，不知布施，及施果報，愚癡無智，缺於信根，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切不獲已而行施時，如覺身辱，心生痛惜，復有無量慳貪有情，積集資財於其自身，尚不受用，何況能與父母妻子奴婢作事，及來乞者。彼諸有情，從此命中生餓鬼界，或旁生趣，遊息人間，曾得暫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名故，今在惡趣，暫得憶念彼如來名，即於念時，從彼處沒，還生人中，得宿命念，為惡趣苦，不熬欲樂，好行為施，讚歎施者，一切所有悉無貪積，漸次尚能以頭目、手足、血肉、身分施來求者，放如財物。復此文殊室利，若諸有情，須於如來受諸學處，而破尸羅，有須不破尸羅，而破軌則，有於尸羅軌則，須得不壞賢慧正見，有須不毀正見，而棄多聞，
於佛所說，契經深義，不能解了。有須多聞，而增上慢，由增上慢，浮弊深故。自是非他，言謗正法，為魔叛黨，如是愚人。自行邪見，復令無量驅之有情，墮大險坑。此諸有情，應於地獄、旁生、鬼趣，流轉無窮。若得聞此，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便赦惡行，修諸善法，不墮惡趣。設有不能赦諸惡行，修行善法，墮惡趣者，以彼如來本願威力，令其現前暫聞名號，從彼命中還生人趣，得正見精進，善調意樂，便能赦家，趣於非家，如來法中，受持學處，無有違犯。正見多聞，解甚深義，離增上慢，不謗正法，不為魔伴，漸次修行諸菩薩行，速得圓滿。復此曼殊室利，若諸有情，慳貪嫉妒，自讚為他，當墮三惡趣中，無量千歲，受諸劇苦。受劇苦已，從彼命中，來生人間，作牛馬駝驢，行鼻邊塔，飢渴迫勞，由上負重，隨路而行。話得為人，生居下賤，作人奴婢，受他驅役，行不自在。若識人中，尋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由此善因，今復憶念，至心皈依，以佛神力，眾苦解脫，諸根聰利，智慧多聞，恆求聖法，常遇善友，永斷魔眷，破無明殼，揭煩惱河，解脫一切生老病死，憂愁苦惱。復此曼殊室利，若諸有情，好喜乖離，更上鬥眾，惱亂自他，以身語意，造作增長種種惡業，輾轉常為不饒益事，互相謀害，告召山林樹叢等神，殺諸眾生，取其血肉，祭祀藥叉羅剎婆等，書怨人名，作其形象，以惡咒術而咒詛之，厭昧古道，奏起屍軌，令斷彼命及壞其身。是諸有情，若得聞此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彼諸惡事悉不能害，一切輾轉皆起慈心，利益安樂，無損惱意及嫌恨心，各各歡悅，於自所受，生於喜觸，不相侵凌，互為饒益。復此曼殊室利，若有四眾，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
烏波斯家，給予正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受持百分齋戒，或經一年，或服3月，受持學處，以此善根，願生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壽佛所。聽聞正法而未定者，若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臨命終時，有8大菩薩，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無盡意菩薩、寶曇花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彌勒菩薩，是8大菩薩乘空而來，示其道路，即於彼界種種雜色眾寶花中，自然化生。話有因此生於天上，雖生天上，而本善根亦未窮盡，不復更生諸如惡趣。天上受盡，還生人間，話為輪王，統攝4洲，威德自在，安立無量百千有情。於十善道，或生剎帝利婆羅門居士，大家多搖財寶，倉庫盈溢，形相端正，眷屬具足，聰明智慧，勇健威猛，如大力士。若是女人，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至心受持，於後不復更受雷神。復此文殊室利，彼藥師琉璃光如來得菩提時，由本願力觀諸有情，遇眾病苦，瘦攣、乾燒、黃熱等病，或被焰魅蠱毒所蹤，或復短命，或時橫死，欲令是等病苦消除，所求圓滿，時彼世尊入三摩地，名曰除滅一切眾生苦惱，既入定已，於欲界中出大光明，光中演說大陀羅尼曰：南無薄伽伐帝，毗薩舍俱盧毗琉璃波那婆荷那舍耶但陀竭多耶阿那何帝沙藐三菩陀耶但支陀恩毗薩世毗薩世毗薩舍沙末揭帝娑訶。南無薄伽伐帝，毗薩舍俱盧毗琉璃波那婆荷那舍耶但陀竭多耶荷那何帝沙藐三菩陀耶但支陀恩毗薩士毗薩士毗薩舍沙摩揭帝娑訶。爾時光中說此咒語，大地震動，放大光明，一切眾生病苦皆除，受安隱樂。文殊室利，若見男子女人有病苦者，應當一心為彼病人常清淨措受，或食或藥或無蟲水，就100遍
與彼服食，所有病苦悉皆消滅。若有所求，自心念誦，皆得如是，無病延年。命終之後，生彼世界，得不退轉，乃至菩提。是故文殊室利，若有男子女人，於彼藥師琉璃光如來，自心欣頌，恭敬供養者，常持此咒，勿令廢忘。復此文殊室利，若有淨信男子女人，得聞藥師琉璃光如來應正等覺，所有名號，聞已誦持，神着此目，操受清淨，以諸香花、燒香、塗香作眾伎樂，供養形象，於此經典，若自書，若教人書，一心受持，聽聞其義，於彼法師，應修供養，一切所有資身之具，悉皆施予，勿令乏少。如是便蒙諸佛護念，所求圓滿，乃至菩提。爾時文殊室利童子白佛言：世尊，我當誓於像法轉時，以種種方便，令諸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覺悟其意。世尊，若於此經受持讀誦，或復為他演說開示，若自書，若教人書，恭敬尊重，以種種花香、塗香、末香、燒香、花鬘瓔珞、翻蓋伎樂，而為供養，以五色彩作廊乘之，掃灑淨處，敷設高座，而用安處。爾時四大天王與其眷屬，及如無量百千天眾，皆詣其所，供養守護。世尊，若此經寶流行之處，有能受持，以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及聞名號，當知是處無復還死，亦復不為諸惡鬼神奪其精氣。設以奪者，還得如故，身心安樂。佛告文殊室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文殊室利，若有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者，應先造立彼佛形象，敷清淨座，而安處之，散種種花，燒種種香，以種種幢幡莊嚴其處。7日7夜，受百分齋戒，食清淨食，澡浴香潔，着清淨衣，
應生無垢俗心，無怒害心，於一切有情，喜利益安樂，慈悲喜捨，平等之心，鼓樂歌讚，悠繞佛像，復應念彼如來本願功德，讀誦此經，思惟其義，演說開示，隨所拗求，一切皆遂，求長壽得長壽，求富饒得富饒，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若復有人忽得惡夢，見諸惡相，或怪鳥來襲，或於住處百怪出現，此人若以眾妙之具，恭敬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者，惡夢惡相，諸不吉祥，皆悉隱沒，不能為患。話有水火、刀毒懸險、惡象獅子、虎狼熊悲、毒蛇惡蠍、蜈蚣蚰蜒、蚊虻等怖，若能至心憶念彼佛，恭敬供養，一切怖畏皆得解脫。若他覺侵擾、盜賊反亂，憶念恭敬彼如來者，亦皆解脫。復此文殊室利，若有正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盡形，不是如天，唯當一心歸佛法僧，受持禁戒，約5戒、10戒、菩薩400戒，必初250戒，必初離500戒。於所受中，話有違犯，暴墮惡趣，若能專念彼佛名號，恭敬供養者，必定不受三惡趣生。話有女人臨當產時，受於極苦，若能至心稱名禮讚，恭敬供養彼如來者，眾苦皆除，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見者歡喜，利根聰明，安忍小病，無有非人奪其精氣。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如我稱揚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所有功德，此是諸佛甚深行處，難可解了，汝為信不？阿難白言：大德世尊，我於如來所說契經，不生疑惑。所以者何？一切如來身語意業，無不清淨。世尊，此日月輪可令墮落，妙高山王可使傾動。諸佛所言無猶疑也。世尊，有諸眾生信根不具，聞說諸佛甚深行處，作是思惟：云何但念藥師琉璃光如來一佛名號，便獲以所功德勝利，
由此不信，反生誹謗，比於長夜失大利樂，墮諸惡趣，流轉無窮。佛告阿難：是諸有情，若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自心受持，不生疑惑，墮惡趣者無有是處。阿難，此是諸佛甚深所行，難可信解。汝今能受，當知皆是如來威力。阿難，一切聲聞獨覺及未登地諸菩薩等，皆悉不能如實信解，唯除一生所繫菩薩。阿難，人生難得，於三寶中，信敬尊重，亦難可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復難於是。阿難，彼藥師琉璃光如來無量菩薩行，無量善巧方便，無量廣大願。我若一劫，若一劫餘而講說者，劫可速盡。彼佛行願善巧方便，無有盡也。爾時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曰救脫，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曲躬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像法轉時，有諸眾生為種種患之所困厄，長病羸瘦，不能飲食，喉唇乾燥，見諸荒暗，死相現前。父母親屬朋友知識，涕泣圍繞，言彼自身臥在本處，見閻魔使引其神色，至於閻魔法王之前，言諸有情有俱生神，隨其所作，若罪若福，皆具書之，盡持授與閻魔法王。爾時彼王推問其人，計算所作，隨其罪福而處斷之。時彼病人親屬知悉，若能為彼皈依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請諸眾僧轉讀此經，燃七層之燈，緣五色續命神幡，話有是處，彼悉得還。如在夢中明了自見，話經7日，話21日，話35日，話49日，彼悉還時，如從夢覺，皆自憶知善不善業，所得果報由自正見業果報故，乃至命難，亦不造作諸惡之業。是故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皆應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隨力所能恭敬供養。爾時阿難問救脫菩薩曰：善男子應云何恭敬供養
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續命翻燈，福雲何造？救脫菩薩言大德。若有病人欲脫病苦，當為其人7日7夜受持8分齋戒，應以飲食及如資具，隨力所辦，供養必初僧，晝夜6時，禮拜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讀誦此經49遍，燃49燈，造彼如來形象7軀，一一像前各置7燈，一一燈亮大如車輪，乃至49日光明不絕。造5色彩幡，長49肘手，應放雜類眾生，至49，可得過度危厄之難，不為諸橫惡鬼所持。復此阿難，若剎帝利灌頂王等災難起時，所謂人眾疾疫難、他國侵逼難、持戒叛逆難、星宿變怪難、日月薄食難、非時風雨難、過時不雨難，彼剎帝利灌頂王等，爾時應於一切有情起慈悲心，捨諸繫弊，依前所說供養之法，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由此善根及彼如來本願力故，令其國界即得安忍，風雨順時，穀稼成熟，一切有情無病歡樂，於其國中無有暴惡藥叉等神，老有情者，一切惡相皆即隱沒，而剎帝利灌頂王等壽命息力，無病自在，皆得增益。阿難，若帝后妃主、儲君王子、大臣扶相、中宮彩女、百官黎庶，為病所苦及如厄難，亦應造立5色神幡，燃燈續明，放諸生命，散雜色花，燒眾明香，病得除愈，眾難解脫。爾時阿難問救脫菩薩言：善男子，云何以盡之命而可增益？救脫菩薩言：大德，汝豈不聞如來說有9橫死耶？是故勸造續命翻燈，修諸福德，以修福故，盡其壽命，不經苦患。阿難問言：9橫云何？救脫菩薩言：若諸有情得病雖輕，然無醫藥及看病者，切服御醫，授以非藥，實不應死，而便橫死。又信世間邪魔外道妖孽之師，妄說禍福，
便生恐動，心不自正，卜問覓獲，殺種種眾生，解咒神明，呼諸魍魎，請克福佑，欲企延年，終不能得，愚痴迷惑，信邪倒見，誰令橫死？入於地獄，無有出期。是名初還。二者還被王法之所誅戮。三者田獵嬉戲，擔任時酒，放逸無道，橫為非人，奪其精氣。四者還為火焚。五者還為水溺。六者還為種種惡獸所啖。七者還墮山崖。八者還為毒藥，厭土咒詛，起屍鬼等之所縱害。九者飢渴所困，不得飲食而便橫死。是為如來略說橫死。有此九種，其餘復有無量諸患，難可具說。復此阿難，彼演魔王，主令世間明寂之機。若諸有情，不孝五逆，破欲三寶，壞君臣法，毀於聖界，演魔法王，隨罪輕重，巧而罰之。是故我今勸諸有情，燃燈造幡，放生修福，令度苦厄，不遭眾難。爾時眾中有12藥叉大將，俱在會座，所謂攻毗羅大將、伐折羅大將、迷祇羅大將、安底羅大將、厄里羅大將、山底羅大將、因達羅大將、波夷羅大將、摩苦羅大將、真達羅大將、焦度羅大將、毗羯羅大將。此12藥叉大將，一一各有7000藥叉，以為眷屬。同時舉聲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威力，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不復更有惡趣之報。我等上述皆同一心，乃至盡形歸佛法僧。誓當何負一切有情，為作義利，饒益安樂，隨於何等村城國邑，空閑林中，若有流布此經，或復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恭敬供養者，我等眷屬維護是人，皆使解脫一切苦難。諸有願求，悉令滿足。話有雜厄，求度脫者，亦應讀誦此經，以5色樓結我名字，得如願意，然後解結。爾時世尊讚諸藥叉大將言：善哉善哉！大藥叉將汝等念報世尊，
若斯琉璃光如來恩德者，常應如是利益安樂，一切有情。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門？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阿難：此法門名說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亦名說十二神將饒益有情結怨神咒，亦名拔除一切業障，應如是持。是薄伽梵說是語已，諸菩薩摩薩及大聲聞、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藥叉、犍達婆、阿素洛、羯路荼、緊那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十二藥叉大將坐佛宣宏，五色彩樓結其名，隨願釋願成，願業冰清，福壽永康寧。南無藥師會上佛菩薩。南無藥師會上佛菩薩。南無藥師會上佛菩薩。願消三障諸煩惱，願得智慧真明了，普賢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